嘉义市政府即马按算要起一个分林嘉义地区头一座路底铺再利用的工厂，希望会当把这粪扫烧了的路底铺甲灰污来生产公共工程所使用的沙石啊，那会当减少预算，也会当让这资源循环再利用。工作人员操作机械，把粪扫入去分化炉内底烧，产生的路屎甲灰污过去拢是委托民间的厂商处理。嘉义市即站要伫乌仔内起路屎甲灰污的处理场，佮配合其他的环保设施，打造一个废弃物的循环园区。底渣再利用厂跟非灰稳定化物暂置厂，那还有旁边会新建一个新的灰渣掩埋场，还有资源回收细分类厂，分56类的细分类厂，还有一个是厨余回收的再利用厂。各林林长现在有说明会都有莅临来聆听，然后他们带到就从该林，如果民众有问的话，他们就马上说明这个政策的跟美意这样子。嘉义市一天收大约200吨的粪扫，今年产生1万吨的路屎，甲将近2000吨的灰污。大当委托民间厂商就开卖5000万的预算，市政府向环保署争取经费。要来去分家地区第一座专业处理路屎甲灰污的所在。那也是整个我们林家地区的一个首创。那希望日后我们这个厂能发挥它的效用，把焚化炉的底渣，然后做适当的处理，那就可以应用在相关的公共工程，可以节省我们天然砂石的一个应用。这个路屎灰污处理场按算第年底完工。嘉义市环保局表示，废弃物处理是全国性的问题，嘛有考虑到县市之间环保区域的合作。未来看实际操作的情况，无排除接受附近县市的委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